以前我哋一間鋪頭裏面有7至8個喺度啦。以前我哋個倉呢，只不過係一條村裏邊有個倉地，起咗個鐵皮屋嚟做倉嘅啫。後期3、4年左右啦，老細就開始買咗另外一個倉啦，喺安樂村度一個工業大廈裏面一個單位咯。到後期啦，去到2010幾年啦，我哋就買埋呢個工業大廈，就成為咗龍豐集團中心啦。咁基於嚟緊我哋公司一路繼續開鋪啦，咁其實我哋都會增設多一啲新嘅貨車啦。咁希望喺物流上都幫到啲鋪頭可以準確啲或者快少少，可以送到貨俾佢哋。其實我哋而家都大致上做緊一啲叫數據化同電腦化嘅嘢啦，直接可以喺我哋電腦留啲數據出嚟，幫佢配給翻啲貨俾前線嘅員工，希望佢哋可以減低佢哋嘅工作量。以前我哋嘅招牌咧，俾人望落去咧都唔係一個好統一嘅，好多顏色，我諗有時啲客人行埋都分唔到。而家就好搶眼㗎啦，一望就望到就知道呢間係龍豐集團旗下一間藥房啊，或者一間藥莊啊。隨住公司業務多元化發展啦，我哋除咗要照顧本地市場嘅需求之外咧，亦都要兼顧海外市場嘅發展。咁我哋採購部喺未來亦都會積極咁樣擴充啦，亦都會考慮咧喺海外裏邊咧設採購點嘅目標咧，就係將全世界更多價廉物美嘅產品咧可以帶到俾顧客，希望佢哋入龍豐買嘢咧可以買齊晒佢哋所需要嘅產品。到而家今時今日啦，公司就講求要形象化啦、服務啦、質素啦，都不斷提升緊。如果我哋喺呢一方面再更加去努力去改進嘅話呢，咁我相信呢，咁我哋業界裏邊可以再提升我哋嘅競爭能力。為咗提高競爭力，公司喺去年成立咗化妝品部。我哋嘅美容顧問係會為客人提供專業嘅美容護膚知識，為集團業務注入新嘅元素。其實公司嘅政策不嬲都向市區發展緊啦，咁晉升嘅機會咧就一定會有嘅。譬如資深店務員就會有機會升為副店，咁副店長就有機會去到新鋪晉升為店長。公司除咗傳統嘅門市生意之外，亦都積極發展網購，另外都有批發嘅業務。例如公司最近攞咗日本馬爾泰拉麵大中華嘅代理權，員工就係公司寶貴嘅資產，而公司亦都非常之珍惜。希望員工能夠明白公司係喺改革之中，希望佢哋有耐性咁接受呢啲改革，同公司一同去進步。2019年，我恭祝龍豐集團喺業務上乘風破浪，勇創高峰。我喺度祝龍豐喺海哥嘅帶領底下，業務蒸蒸日上，分店越開越多。我希望2019年龍豐集團業務蒸蒸日上，發揮更大嘅團隊精神。恭祝龍豐集團蒸蒸日上，生意興隆。恭祝我哋公司生意興隆，貨源輪轉，業務更上一層樓。希望公司今年越揾越多。恭祝公司豬年有水，一帆風順。龍豐集團恭祝大家豬年萬事勝意，一帆風順。